今日同大家用1分鐘講解近期 Microsoft 365 Copilot 其中一個重點升級 WorkIQ。WorkIQ 咧係 Copilot 全新嘅智慧大腦，佢會連接你嘅電郵啦、document 啦、Team Chat、Channel Message、會議記錄等等咧。除咗咧識得自動揾翻喺唔同檔案入面相關嘅內容之外咧，佢仲會知道你嘅職位啦、背後需要經常處理嘅任務、同邊啲同事合作得最多，以及咧會記得你嘅生成編號同埋對話習慣等等。簡單嚟講咧，佢真正明白你嘅工作需要同埋公司嘅情況嚟 gen 嘢俾你。講啲具體嘅例子啊，譬如話你開會前要做啲準備，你可以話幫我準備同客戶開會嘅重點。咁 WorkIQ 咧就會自動揾翻之前相關嘅電郵啦、會議記錄同埋最新嘅 project 嘅 document， 甚至咧記得你上次同呢位客戶講過嘅嘢。咁喺幾秒鐘咧，佢就會俾咗一份精準而詳細嘅簡報俾你，慳翻你半個鐘去揾翻相關資料嘅內容。又例如話，你可以直接叫佢幫你寫一啲 report， 又或者係 project proposal。譬如話寫一份季度總嘅報告啦，咁佢會直接引用翻你之前用過嘅一啲 template 同模板，或者去引用你一啲銷售嘅數據啦，同埋上個月可能你同上司分享過嘅一啲銷售意見，同埋一啲 forecast 等等，去寫出相關嘅內容同埋風格都同你相似嘅一個 document。基本上咧可以直接用 report。而喺回覆電郵或者客戶查詢方面咧，佢都會自動連結到去你一啲相關嘅檔案嘅。譬如話你收到一封複雜啲嘅查詢啦，咁 Copilot 都會記得你之前係點樣覆類似嘅一啲查詢，用你慣常嘅禮貌嘅語氣啦，同埋一啲專業嘅用詞，去幫你即刻去 draft 一份相對快啲同埋貼切啲嘅回覆。咁呢啲都係因為咧 WorkIQ 咧可以令到 Copilot 由識問識答嘅簡單 chatbot 升級到知你點樣工作同埋配合你工作嘅工作拍檔。你哋又覺得呢個更新點呢？留言同我哋分享下。